聖經小故事40晝夜的試探。耶穌接受約翰嘅施洗之後，就被聖靈充滿，聖靈引領耶穌去到曠野，接受魔鬼嘅試探。嗰度係十分荒涼嘅沙漠，人跡罕至，只得耶穌一個孤單獨處。耶穌喺嗰度禁食咗40晝夜之後，同天主經常作對嘅魔鬼就出現咗啦。喂，你40晝夜冇食過嘢啦噃，而家一定好肚餓定啦，係咪啊？如果你係天主嘅兒子，點解唔將呢啲石頭變成麵餅啊？聖經唔係教導我哋，人生活唔係單單靠食物，而係要靠天主口中所講嘅說話咩？你如果係天主嘅兒子，就喺聖殿嘅屋頂呢一度跳落去啦，因為聖經上面記載，天主會為你吩咐自己嘅天使，用佢嘅手托住你，唔使你對腳俾啲石頭撞傷噶嘛。聖經都咁講過，你唔可以試探上主，你嘅天主嘅。你睇下山下邊，普天之下所有嘅榮華富貴，所有嘅權勢，我都可以交俾你噶。嗱，你向我跪低朝拜，咁就得噶啦，我乜都俾晒你噶。撒旦，你走開！聖經記載，你要朝拜上主你嘅天主，唯獨單單侍奉佢。40呢個數字喺聖經文學研究嘅當中，可以代表懲罰、痛苦、忍耐同埋成就，係人類極限嘅最大值。呢一個數字同以色列嘅歷史有極大嘅關聯。耶穌40晝夜禁食，可以同以色列人喺曠野流浪40年作為一個連結。換句話講，以色列喺埃及嘅欺壓統治之下，被天主拯救出嚟，以及耶穌受洗之後，都要各自完成天主交付俾佢哋嘅使命，要證明佢哋嘅服從同埋忠心，所以就要接受試探。但以色列人受試探失敗咗啦，佢哋犯咗好多嘅罪，為咗要拯救以色列民族，耶穌就降臨喺呢個世界上，完成咗40晝夜嘅試煉，獲得咗完完全全嘅勝利。你們悔改吧，因為天國臨近了。當洗者約翰被捉咗之後，耶穌會翻去加利利亞，開始佢嘅福傳使命。佢召叫門徒，同埋讓佢哋分享佢嘅福傳工作，成為漁人嘅漁夫。福傳嘅工作首先係向被揀選嘅民族，之後亦都向外邦人福傳。正如主耶穌一樣，中途佢哋嘅工作就係要喺會堂裏邊施教、宣講天國嘅福音，同埋醫好民間各種嘅疾病、各種災殃。主耶穌嘅3項使命包括咗宣講、教訓同埋治癒。首先係喺加利利亞開始，而依家秉承福傳嘅工作就係整個教會嘅使命。耶穌基督嘅宣講同埋教訓，
包含咗治癒同埋奇蹟嘅施行，但係我哋係咪滿懷信德咁去追隨佢，期望呢啲嘅元素都能夠喺我哋生活當中出現呢？作為一位基督信徒，我哋被召叫參與教會嘅使命。喺我哋每日生活當中，我哋都有好多嘅機會去宣講福音，讓身邊嘅人能夠認識耶穌基督。讓我哋滿懷希望咁向上主祈求，唔單止物質方面，亦都靈性方面獲得治癒。40晝夜的試探，聲音演出：陳志明副主教、蔡雅各、何卓林。陳志明副主教講道：2011至2012年度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聖言宣讀會製作，現在經已播放完畢。